聖靈降臨期第4主日聖餐崇拜而家開始，請大家起立。有大先知在我們當中興起來了，上帝眷顧了他的百姓。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歡迎大家翻到嚟聖堂裏邊咧，一齊去敬拜我哋在天上嘅父，亦都咧喺敬拜天父之後咧，去開始大家今日父親節嘅慶祝，祝各位嘅父親咧父親節快樂。願讚美歸於上帝，聖父、聖子、聖靈。願讚美有歸於他的國，從現在直到永遠。全能嘅上帝，凡人嘅心在你面前無不顯明，心裏所羨慕嘅你都知道，心裏所隱藏嘅也瞞不過你。求你賜聖靈感化我哋，潔淨我哋嘅心思意念，使我哋盡心愛你，恭敬歸榮耀與你嘅聖名。藉賴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阿門。耶穌話：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嘅上帝。這是誡命中嘅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係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係律法同先知一切道理嘅總綱。而家讓我哋承認對上帝同埋對有鄰嘅過錯。最慈悲嘅上帝，我哋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你。應做嘅不做，不應做嘅反去做。我哋沒有盡心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現在我哋痛心懊悔，求你憐憫我哋，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哋嘅以往，輔助我哋嘅現在，引導我哋嘅將來，
使我哋樂意遵行你嘅旨意，歸榮耀給你嘅聖名。阿們。全能嘅上帝憐憫你哋，藉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饒恕你哋所犯嘅罪，增加你哋行善嘅力量，並藉聖靈嘅大能保守你哋進入永生。阿們。願主與你哋同在。我哋要祈禱。主啊，求你使我哋敬畏愛慕你嘅聖名，因為你常常幫助同治理嗰一啲你已經立定慈愛根基嘅人。藉賴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聖子和聖父聖靈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門。請坐，請聽今日嘅經課。今天的第一節經課是記載在約伯記38章第1到11節。那時，耶和華從旋風中回答約伯說：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出妖，我問你，你可以讓我知道？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那裡？你若明白是你，只管說吧。你知道是誰定地的尺度？是誰把準繩拉在其上嗎？地的根基安置在何處？地的角石是誰安放的？那時，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眾使者也都歡呼。當海水衝出，如出母胎，誰用門將它關閉呢？是我用雲彩當海的衣服，用幽暗當包裹它的布，為它定界限，要安門和栓，說：你直合到這裡，不可
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在此止住。这是上主的道。感谢上主。詩篇第107篇。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願耶和華救贖的百姓說這話，就是他從敵人手中所救贖，從各地、從東、從西、從北、從海那邊召集來的。那些搭船出海，在大水中做生意的，他們看見耶和華的作為，並他在深海中的奇事。他一出令，狂風捲起，波浪翻騰。他們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們的心因患難而消沉。他們搖搖晃晃，東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們的智慧無法可施。於是他們在急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就領他們脫離禍患。他使狂風止息，波浪平靜。既平靜了，他們就歡喜。他就領他們到想要去的海港。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願他們在百姓的會中尊崇他，在長老的座位上讚美他。今天的第二次经课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由第1节到第13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我们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白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不在任何事上妨害任何人，免得这使命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持久的忍耐、患难、困苦、灾难、鞭打、监禁、动乱、劳碌、失眠、饥饿、廉洁、知识、坚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言语，上帝的大能借着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誉或羞辱，恶名或美名，我们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是死了，却是活着；似乎受惩罚，却没有被处死；似乎忧愁，却常有喜乐；似乎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哥林多人啊，我们对你们口是诚实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的狭窄不是由于我们，而是由于你们自己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这是上主的道。
願主與你哋同在。主耶穌基督嘅聖福音記載喺聖馬可福音第4章，由第35節讀起。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對岸去吧。門徒離開眾人，耶穌已在船上，他們就請他一同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入船內，以致船灌滿了水。耶穌在船尾上枕着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他，說：老師，我們快沒命了，你不管嗎？耶穌醒了，斥責那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他們就非常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都聽從他。這是上主的福音。
讓我哋同心祈禱。願我口中嘅言語，眾位弟兄姊妹嘅心懷意念，在上主面前都得蒙悅納。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請坐。船會令你諗起啲咩呢？會唔會令你諗起以前香港係一個小漁村嘅時候，嗰啲好多時喺海港見到嗰啲舢板，或者嗰陣時有好多嘅小漁船，定係要諗起呢個香港旅遊發展局咧，最中意咧就用一個大帆船嚟代表香港，佢個標誌就係咁樣樣，搞到咧啲外國人成日以為香港好多帆船。對於海上活動嘅人呢，可能會令你諗起風帆啦、遊艇啦，又或者近年東九龍興建咗個郵輪碼頭，可能你會諗起嗰啲大型郵輪，但係你會唔會諗起鐵達尼號呢？香港有一個深海港，所以船同海對我哋嚟講呢，有一份嘅親切感。記得以前我喺英國中部讀書嘅時候呢，咁去到嗰度幾個月冇見過海同埋船。有一次我就有機會同啲同學一齊去到英國南部一個海港，去到嗰度見到好多唔同嘅船，仲見到有戰艦，香港見唔到嘅。又見翻呢幾個月冇見過嘅大海。我哋幾個香港同學呢，好似傻更更咁樣，就覺得哇好興奮啊！好耐冇見過海啊！對於第一世紀嘅基督徒，海同埋船令佢哋諗起啲咩呢？喺希伯來嘅傳統文化裏邊呢，海係代表住危險。除咗風浪之外，亦都可能有一啲好兇猛嘅生物。古代人呢就會覺得有海怪、水怪，就好似相傳蘇格蘭尼斯湖嗰度有水怪一樣。海喺希伯來嘅文化就係代表住危險，代表住邪惡。至於船呢，原來早期教會曾經使用過船一個符號嚟代表基督徒群體。根據早期教會嘅文獻記載，2世紀希臘教父亞歷山大嘅革利免，佢提過船呢係適合用嚟代表基督徒群體嘅一個標誌。而根據咧歐洲一個古舊嘅羅馬地下墓穴嘅牆壁上邊咧，大概咧就有呢一個而家展示出嚟呢一個古代船嘅符號，係俾人發現住。其實點解會用船嚟代表基督徒群體？有早期教父就認為，因為喺創世記裏邊咧，上帝曾經吩咐挪亞建造方舟，之後方舟裏邊所有嘅生物都能夠安然去經歷洪水嘅來臨，所以船就代表咗上帝嘅拯救，代表住平安。除此之外，有陣時船嗰個圖案呢，有一支嘅撐帆嘅桅杆，裏邊隱藏咗一個十字架嘅符號。所以亦都有人話喺教會受迫害嘅時間呢，佢哋用船呢個符號就非常之適合啦，好似一個暗號咁樣。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同埋世界基督教協會佢哋嗰個徽號呢，都係採用咗有十字架桅杆嘅船作為徽號。咁啊，仲有一樣嘢喎，其實原來聖堂中間嗰個範圍嗰啲座位呢，通常我哋英文叫做 nave。呢個 nave 嘅字呢，原來喺拉丁原文呢係同船嗰個字嚟嘅。原來我哋嘅座位同隻船都有關，大家就坐喺隻船度。今日我哋聽到嘅經課同船同埋海都有好密切嘅關係。今日嘅舊約約伯記裏邊係上帝同約伯所講嘅對話，其中提到海浪嘅威力，只有上帝能夠掌管
能夠去評定。從神學角度去理解，就係話雖然世界上有邪惡帶嚟危險、帶嚟苦難，但係上帝仍然掌管，上帝最終會評定一切。而喺今日嘅哥林多後書嗰一段，使徒保羅佢提到有好多唔同嘅處境，好多嗰啲處境其實都係佢自己親身嘅經驗。其中佢提到有苦難、困苦、飢餓等等呢啲艱難嘅情況。其實喺哥林多後書第11章，佢有更加詳細嘅描述。佢提到自己曾經遭遇3次嘅海難，一晝一夜喺深海裏邊掙扎。事實上喺使徒時代，當科技同埋交通工具仍然好有限嘅情況底下，保羅好多時要喺地中海一帶坐船去到唔同嘅地方傳福音。的確，好多時佢都有機會遇到好大嘅危險。喺香港聖公會嘅歷史裏邊，亦有一段海難嘅歷史。話說喺1906年9月18號，當時霍若瑟主教同4位嘅神學生，佢哋去完屯門、青山一帶去傳福音。之後佢哋坐船回程，即係返去中環嘅過程裏邊嘅時候，遇到風暴襲港，佢哋就喺海難之中喪生。有關呢件事件有一個嘅紀念碑石，而家仍然係放置喺聖公會明華神學院嘅一幅牆壁上邊。由此種種睇得到，時代雖然轉變，科技雖然進步，但係海嘅危險一直以嚟都冇改變。今日嘅福音經課係關於耶穌平靜風浪嘅事蹟。呢件事好多時都被編排去主日學嘅課程，或者我哋基督教小學嘅宗教課程裏邊。加上馬太、馬可同路加3卷福音都有記載呢一件事。所以除咗唔同年紀嘅基督徒非常熟悉呢件事蹟之外咧，就算嗰啲唔係基督徒，其實佢哋都聽聞呢一件事蹟。有聖經學者去認為，馬可福音呢一段平靜風浪，其中一個特色係佢可以同舊約先知約拿書裏邊嘅一個約拿嘅經歷作一個比較。喺呢兩段經文裏邊，原來有好多相似嘅用詞，係包括船啦、海啦、風啦、瞓覺啦、冇命啦。喺約拿嘅故事裏邊，約拿佢俾上帝派遣去傳福音，但佢要逃走，佢上咗一艘前往他施外邦人地方嘅船。而喺馬可福音呢一度，耶穌就上咗船，其實佢準備係要去到對岸格拉森嘅地方。呢兩個地方，不論係他施或者格拉森，對於猶太人嚟講都係外邦人嘅地方。喺航行嘅過程裏邊，約拿坐嘅船同埋耶穌坐嘅船都遇上咗大風浪，船上嘅人個個都覺得船快要沉啦，大家嘅安全都受到威脅。但係咁嘅情況底下，約拿同埋耶穌都係瞓咗覺。而故事嘅最後，約拿嘅經歷裏邊，上帝平息咗風浪。船上邊嘅水手因為咁樣而認識咗上帝。至於喺耶穌嘅經歷，就係耶穌去平靜風浪。咁樣嘅對比，好明顯讓我哋睇得出耶穌佢嗰個嘅身份，佢就係嗰一位能夠掌管萬物嘅主。就正如舊約聖經或者猶太人嘅傳統裏邊，係只有全能嘅上帝嗰一位能夠管轄海，並且海係代表住邪惡。所以當到門徒佢哋問，這到底是誰？
連風和海都聽從他。呢個問題嘅答案，其實對於猶太人嚟講，實在係不言而喻嘅。由於早期教父有用船嚟代表教會，所以有學者就認為呢件事件喺船上邊嘅門徒遇到大風浪，可能係暗示緊喺第一世紀嘅時候，教會群體受到迫害，生命受到威脅嗰個嘅時間。而耶穌瞓着咗，就好比主再來嘅日子延遲咗。因為對於第一世紀嘅基督徒嚟講，主再來嘅時候，就係佢哋得救贖、脫離被迫害嘅時候。另外，有亦都人認為經文裏邊嗰隻船正係往外邦人嘅地方去，途中門徒因為環境嘅改變而懼怕，可能呢個就代表住信仰群體，佢哋要面對離開自己熟悉安全嘅地方，要將福音傳到去外邦嘅時候，佢哋心裏邊感覺到不安，感覺到害怕。我哋留心睇下呢段福音開始嘅部分，就會發現其實起初提議坐船嘅係耶穌。當到有風浪嘅時候，耶穌卻係瞓咗覺。根據經文嘅表達，船上邊嘅門徒，佢哋係投訴耶穌瞓覺唔理佢哋，或者佢哋心裏邊仲會有一啲嘅埋怨，點解耶穌當初你叫大家上船呢？但係正如經文個表達，其實耶穌並唔係唔理佢哋，耶穌清楚知道點樣去處理，佢知道幾時自己要出手。當耶穌親自出手嘅時候，嗰一種嘅震撼，你會見到係令所有嘅門徒非常懼怕，因為喺佢哋心目中，只有上帝能夠呼風喚雨。耶穌平靜風浪，令佢哋意識到眼前見到嘅唔單止係一個佢哋嘅老師，唔單止係一個人哋以為嘅先知，更加呢一個可能就係正正人唔敢面對嘅上帝。有啲時候，我哋可能會感覺到耶穌都好似唔理我哋瞓緊覺，但係當我哋去懇切向佢祈求，真係經歷到去親自聽我哋嘅訴求嘅時候，其實我哋會感受到內心嘅一種震撼。所以我哋係必須要全心全意去信靠呢位主，我哋先至隨時有一個心理準備去見證佢所做一切出人意表嘅拯救。今日所有嘅經課都提醒咗我哋，邊一個係呢個世界嘅主上帝？耶穌平靜風浪嘅事蹟，唔單止表達咗耶穌係我哋隨時嘅拯救，更加重要嘅係我哋要相信佢係我哋嘅拯救。佢同我哋係坐喺同一條嘅船上邊。當我哋面對艱難、危險、威脅嘅時候，究竟我哋會唔會只係睇得到自己眼前嘅困難，只係專注喺自己嘅睇法同埋經驗上邊，而睇唔到希望就喺主耶穌，佢一直同我哋自己同在喺船上。同樣嘅道理，教會亦係一艘嘅船，係耶穌邀請我哋坐喺呢艘嘅船嗰度駛去對岸。
不過海上嘅航行實在係會有一定嘅危險，周圍係會不時有強風大浪嘅威脅。不過作為船上邊嘅人，我哋有冇信賴主耶穌嘅掌管？其實不論周圍嘅環境係風高定係浪急，定係風平浪靜，只要我哋深信主耶穌同我哋同在，我哋就能夠勇往直前，向住上帝要我哋前往嘅目的地去。耶穌冇應許過跟隨佢嘅人一生風平浪靜，但係佢卻係應許時時每日同佢哋同在。祈求上主都加添我哋每一位對主耶穌嘅信心，行人生嘅路。阿門。請起立，讓我哋承認我哋嘅信仰，同讀彌迦亞信經。我哋信獨一上帝，全能嘅聖父，創造天地，並一切有形無形萬物的主。我哋信獨一嘅主耶穌基督，上帝嘅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聖父所生，從上帝所出嘅上帝，從光所出嘅光，從真神所出嘅真神，是生非造，與聖父同體，萬物都是藉着他手造。他為要拯救我哋世人，從天降臨，因聖靈嘅大能，為童貞女瑪利亞所生，成為人身，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哋釘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應驗了聖經嘅道，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聖父嘅右邊，將來必在榮耀中再臨，審判活人死人。他的國永無窮盡。我哋信聖靈是主，是賜生命者，從聖父聖子所出，與聖父聖子同受敬拜，同享尊榮。昔日藉眾先知傳話，我哋信使徒所傳唯一聖而公之教會。我哋承認為赦罪而設嘅獨一洗禮。我哋盼望死人嘅復活，並來世嘅永生。阿們。請我哋同心祈禱。我哋以聖餐崇拜禮文第二式向主禱告，請大家低頭祈禱。我哋為普天下上帝嘅子民，為我哋嘅主教，為喺呢度聚會嘅人，為一切聖品人同埋信徒祈禱。我哋亦都為我哋嘅教會牧愛堂祈禱。我哋為聖堂維修工程嘅安排同埋需要，求主感動信眾樂意虔誠奉獻。我哋向你祈禱。我哋為世界嘅和平，為國際間嘅友誼，為全人類嘅幸福禱告。我哋為正義同埋和平向你祈禱。我哋為緬甸人民同埋教會，為以巴嘅局勢，求主你賜下平安。我哋亦都為到各地疫情，希望早日受控，人民能夠回復正常嘅生活，向你祈禱。我哋為到貧窮、患病、饑餓、受逼迫同埋監禁嘅人祈禱。
我哋亦都為到有任何欠缺或者困難嘅人祈禱。我哋為到身體軟弱嘅游子琪、陳月和、黎關燕華、戴可喬、施以平祈禱，求主你醫治同埋看顧。亦都為到有經濟困難、失業、生活嘅壓力、內心嘅不安同埋恐懼嘅人向你祈禱，求主你輔助。我哋為到一切尋找上帝或者希望認識上帝更深嘅人祈禱。我哋為參與牧愛堂嘅人祈禱，求主光照引導，並求主你激發所有嘅教友，求主你同心協力建立教會，興旺福音。我哋向你祈禱。我哋亦都為離世嘅人祈禱，特別係為離世者嘅家人同埋親友向你祈求，求主安慰佢哋。我哋為每一個世代中基督得榮耀嘅人，我哋都讚美上帝，求主賜恩典俾我哋，使我哋喺自己嘅時代裏面都能夠得到榮耀基督。慈悲嘅恩主，我哋今天早上亦都為到陳國強牧師去禱告，為到佢喺聖約翰座堂開始新嘅崗位，為到佢未來嘅事工嘅服侍，讓佢帶領所有嘅信眾、座堂嘅牧者，能夠係喺嗰個地區帶領住信眾一齊去傳揚福音，見證基督。我哋亦都為到每一個弟兄姊妹心裏邊所掛念嘅人同埋事情，獻上我哋嘅禱告，求你都係垂聽。天父啊，你曾經應許我哋若奉你聖子嘅名祈求，必蒙垂聽。我哋雖然因為無知不會求，亦因為罪而不配求，但係你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了解我哋，憐愛我哋。現在我哋懇求你悅納我哋嘅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們。願主嘅平安常與你哋同在。我哋互祝平安。要將上主嘅名所當得嘅榮耀歸給他，拿供物嚟進入他的院宇。
願主與你哋同在，也與你同在。你哋心裏當仰望主。我哋心裏仰望主。我哋應當感謝我哋嘅主上帝。感謝讚美我哋嘅主上帝是應當的。無論何時何地感謝你，全能嘅聖父，創造天地萬物嘅主，係合理嘅，亦係美好可喜嘅事。因為你係光明同生命嘅泉源，你照自己嘅形象創造我哋，並呼召我哋進入在主耶穌基督裏邊嘅新生命。因此，我哋與天使同埋天使長、天上嘅會眾一同稱讚頌揚你有榮耀嘅聖名，常讚美你話。恩慈嘅聖父，在你無窮嘅大愛裏，你照自己嘅形象創造我哋。當我哋陷落到罪惡裏，受到邪惡同死亡嘅轄制時，你憐憫我哋，差遣你獨生永恆嘅聖子降生為人，經歷生死。佢為遵行你嘅旨意，在十字架上將自己獻上，作為全人類完全嘅活祭。使我哋和你萬有嘅聖父上帝重新和好。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在被賣嘅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分俾佢嘅門徒話：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餐後，主耶穌佢拿起杯來，祝謝了，就遞俾門徒話：你們都喝這個，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使罪得赦。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因此，我哋要宣揚信仰嘅奧秘話：基督曾經受死，基督現已復活，基督將要再臨。天父啊，我哋舉行呢個稱頌同感謝嘅獻祭，慶祝我哋得蒙救贖。我哋將呢啲禮物奉獻俾你，追念聖子受死、復活同埋升天。求你差遣聖靈，將呢啲餅同埋酒分別為聖，成為你嘅子民在基督裏永恆新生命嘅聖潔飲食，即係聖子嘅身體同埋寶血。亦都求你將我哋分別為聖，叫我哋可以誠心領受呢個聖事，和睦團結，恆心服侍你。到咗末日，就可以與你嘅眾聖徒進入你永遠嘅國，同享喜樂。我哋所願所求嘅，都係靠着你嘅聖子耶穌基督，藉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及在聖靈嘅合一裏，一切尊貴榮耀皆歸於你，全能嘅聖父，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而家遵照我哋救主基督嘅教訓，我哋一齊祈禱話：我哋在天上嘅父，願你嘅名被尊為聖，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哋日用嘅飲食，今天賜俾我哋，饒恕我哋嘅罪，如同我哋饒恕得罪我哋嘅人，不叫我哋遇見試探，拯救我哋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你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我哋擘開呢個餅，分享基督嘅身體。上帝賜俾佢子民嘅聖物，你哋應當憑着信心前嚟領受，紀念基督為你哋捨身流血，心裏感謝。
讓我哋同心祈禱，感謝天父，請起立。天父永生嘅上帝，你應施恩接納我哋作為聖子救主耶穌基督嘅活潑肢體，並在他聖體寶血嘅聖事裏，用靈糧餵養了我哋。現在求你差遣我哋平安奔走世程，並賜給我哋力量和勇氣，專心樂意嘅敬愛你、服侍你，直賴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阿門。願上帝所賜出人意表嘅平安，保守你哋嘅心懷意念，使你哋曉得敬愛上帝以及佢嘅聖子，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又願全能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俾你哋，保護你哋，直到永遠。請坐。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咧有少少嘅堂務報告要同大家去講一講嘅。咁咧我哋禮拜堂喺7月4號7月4號咧崇拜之後咧會係舉行今年度嘅第5次牧區議會會議。請各位咧牧區議員同顧問咧記得預留時間出席。係去商討我哋禮拜堂關於維修啦，關於咧喺維修期間我哋要遷往牧愛小學崇拜嘅一段時間各樣嘅安排，我哋都會喺呢次會議裏邊咧去傾嘅。希望咧大家牧區議員啦，你哋都記得係7月4號崇拜之後1點鐘咧，我哋翻嚟呢度開會。咁咧弟兄姊妹，你哋都密切留意啦。我哋如果暫時預計咧，應該係可能7月18號嗰個禮拜啦，最早7月18號嘅禮拜咧，我哋就崇拜要移師喺牧愛小學嗰一度係舉行嚇。咁我哋確實咗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去宣佈去講噶啦。咁另外咧今日係父親節啦，咁我頭先祝咗大家父親節快樂，就係口講又唔夠實惠啊，係咪？咁所以咧禮拜堂好好嘅接待及關顧部咧就安排咗喺崇拜之後咧，就敬送一啲小禮物咧俾我哋嘅教堂裏邊嗰啲教友嘅父親啦。咁咧可以大家咧喺散堂嘅時候咧喺下低嘅同事咧會俾大家噶啦。咁咧如果你今日冇到聖堂崇拜嘅教友咧，同事又好好喎。咁如果你係我哋教友啦，你係父親嘅咧，會寄去你屋企喎。咁你記得睇下信箱有冇收到啦。咁如果仲有少少即係有 spare 嘅咧，咁咧其實係都歡迎大家弟兄姊妹咧去攞翻屋企俾你屋企嘅父親，讓佢咧感受到咧牧愛堂咧，我哋係即係尊敬亦都愛護每一個嘅父親嘅。希望大家咧就唔需要去吝嗇嘅，我哋咧一齊去分享呢個父親節嘅快樂。咁咧牧愛堂今年嘅登學之道咧，將會喺7月8號開始，逢星期四晚上8點半咧喺網上舉行開始開課嘅。咁咧我哋截止報名日期係6月30號。咁邊位教友你有朋友啦，或者係親人咧係有興趣認識基督教信仰嘅，或者咧想參加洗禮或者捐贈嘅咧，請你提佢哋啦，好去參加呢個當學之道報名嘅。咁另外咧就我哋嘅主日學部部長咧大家認識㗎啦，奇美珠姊妹咧，咁佢會喺今日咧佢係出發咧就移居海外，咁佢屋企一家咧今日就會搭飛機㗎啦。咁喺呢段時間咧，我哋主日學部長咧會由金善賢姊妹咧係署任主日學部長嘅，希望咧大家都繼續去支持主日學部嘅事工。
特別咧我哋係需要好多嘅弟兄姊妹咧幫手去照顧小朋友啦嚇，教導小朋友啦。咁啊，因為我哋主日學同崇拜時間一樣嘅喎，咁所以咧幫咗手主日學咧，有可能唔可以全程去投入崇拜，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想即係淨係嚟去嗰啲弟兄姊妹去參與唔到崇拜咧，我哋可以係輪流去分擔呢一個嘅主日學嘅事工。咁嘅希望大家咧，你哋都繼續去支持。如果咧你願意有時間去幫手嘅咧，就請你同金善兒去聯絡啦。咁我哋亦都多多為佢哋嘅事工去繼續去禱告嚇。主日學嘅事工即係禮拜堂嘅事工嘅啫，我哋其實冇分嘅嚇。不過佢哋特別咧係關顧我哋嘅小朋友。咁咧另外就係今日嘅下晝5點鐘咧，我哋有親愛嘅陳國強牧師咧，佢就會係就任聖約翰座堂嘅主任牧師。咁佢嘅就任典禮咧，會喺今日下晝5點鐘喺聖約翰座堂嗰度舉行。咁歡迎大家咧參與網上直播嘅崇拜嘅。咁真好行第10頁咧已經刊載咗嗰個網址出嚟㗎啦。咁你其實喺 YouTube 嗰度揾聖公會聖約翰座堂咧，都應該揾到呢一個嘅連結㗎啦。咁希望大家亦都喺禱告裏邊啦，多啲為陳國強牧師啦同埋佢嘅家人去禱告嚇，一啲好大嘅轉變嘅，其實係嚇好多嘅唔同嘅事工咧，係去到佢陳牧師嘅手上咧去處理嘅。咁我哋多啲去為佢禱告。咁另外咧，我哋嘅教友陸慧瓊姊妹咧，佢喺6月8號主懷安息嘅。佢個安息禮咧將會喺嚟緊禮拜4，即係6月24號下晝2點鐘喺紅磡環宇殯儀館416嘅禮堂舉行嘅。咁我哋都繼續為到陸慧瓊姊妹嘅家人去代禱，願上主嘅安慰去臨在。咁其他嘅消息咧，或者教省嘅課程啊咁樣咧，歡迎大家係參閱週刊，係鼓勵大家咧係積極去參加，係善用呢一啲嘅資源。我嘅宣佈係咁多，請大家起立，我哋同唱聖詩《求賜智勇歌》。祈求你主高，祈